廢話唔多講，我哋即刻試下2-03抵唔抵打。試打嘅片段好直接幫你飛走埋啊！直接進入主題。嗱，認真講，我覺得呢塊膠咧就絕對唔係友好㗎，唔係所有嘅人咧都合適打到呢塊膠㗎。OK， 嗱，有啲乜嘢咧？我覺得你需要咧停一停，諗一諗咧。嚟，第一就係咧，如果你本身咧中意一啲黏套嘅 ，OK。第二就係咧，你中意咧小路球以控制型為主嘅。第三就係一啲咧初學入門或者你仲喺度揾緊呢個發力框架仲啱唔啱嘅人咧，呢個咧你需要去停一停，諗一諗嘅。OK， 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咧你係咧好中意咧中遠台雙持對拉嘅，你本身打波嘅風格咧都已經係第一板反手拎起啦，之後咧再直接進入呢個雙持階段嘅。第三就係你本身咧有一定嘅正確嘅發力嘅框架嘅話咧，咁咧我覺得呢塊膠咧你會覺得哇爽，係眼前一亮嘅一個感覺嚟㗎。OK， 所以咧其實呢一塊膠皮好唔好打咧，最緊要就係咩？最緊要就係適唔適合你本身嘅打法。如果適合你嘅打法嘅話咧，可以令你咧有更好嘅發揮喎。OK， 所以咧第一你就需要咧釐清一下你自己本身嘅打法同埋你自己嘅動作發力嘅框架啱唔啱。如果你符合咧以上頭先我講嘅嘢嘅話咧，我覺得你值得一試嘅。但係如果你覺得唔係好符合嘅話咧，嗱，我覺得咧你可以先停一停，諗一諗。OK， 如果你哋咧都有試打呢塊膠嘅時候咧，有啲乜嘢特別嘅感覺咧，你都可以咧下邊嗰度留言俾我哋啊。好，我哋下次再見。